未適應呢一個 AI 取代我哋做咁多嘢啊嘛，係咪？咁我哋變咗廢人咧，就好難接受噶嘛。咁所以呢個過渡期啊，因為我哋自小受教育就唔係嗰種已經係改變為 AI，然後就閒暇做主導嘅社會。咁所以變咗我哋呢一個過渡期，我覺得係最尷尬嘅。絕對係有好多人覺得，即係 AI 係一種威脅人類嘅一個工具，甚至倒翻轉頭宰制翻人類。未來呢個係未來，係操控 AI 定 AI 操控你嘅未來？你準備好面對呢個前所未有嘅新世界未？學識可以係你開啟知識大門、思考同探索未來世界嘅橋樑。匯聚各個領域嘅專家，一齊穿越未來科技嘅迷霧，細味歷史嘅智慧，遊走哲學、文學同藝術嘅世界，一個屬於香港人嘅知識平台。好多人嘅討論咧，就係話究竟人工智能越嚟越廣泛，會唔會令到即係人類咧，其實係冇工作做啦？咁啊，呢度有兩個好可能發生嘅情況咧，咁我哋今日咧就想去討論下嘅。其中一個嘅可能性咧，就係會唔會咧令到咧就係釋放咗人類工作嘅時間，變成咗有好多嘅閒暇嘅時間咧去做一啲所謂提升自己啊，或者係思想精神層面嘅活動啦。咁但係另外亦都有人會去認為咧，就係會唔會其實呢個 AI 咧，只不過係資本主義家嘅一個工具，就其實反而咧我哋嘅未來世界咧係更加係受到剝削咁樣。咁啊呢一個咧，所以今日咧我哋就想嚟一個嘅討論下，甚至乎你可以話係一個辯論啦。咁啊請咗咧盧傑雄博士咧嚟同我哋一齊去傾下呢個話題嘅。好，Sir，你其實覺得 AI 呢一個嘅出現咧，即係承接頭先我所講個問題咧，你自己點睇啊？係因為即係一般聽到都好悲觀嘅，即係冇嘢做啊，好慘啊，諸如此類咁嘅。咁我哋咧就即係包個頸啊嘛。咁啊就想睇下有冇啲即係美好嘅可能性啦吓。咁因為好耐之前咧，我哋讀過一篇文章咧，就係由羅素寫嘅。咁佢呢篇文章咧就叫 In Place of Idleness， 即係對閒暇懶散嘅讚頌咁樣。咁呢篇文章咧好印象深刻。點解咧？就因為佢話科技越嚟越進步咧，照計啊，因為科技嘅發明就幫助人減輕勞動啊嘛。咁應該越嚟越多時間係去玩嘅，而唔係翻工噶嘛，係嘛？不過喺羅素嗰個時代咧，就科技嘅發展咧，個結果就係唔會減輕咗人類嘅工作，而且反而越嚟越多添咁樣。因為科技令到人可以做更多嘢咁樣。咁但係科技發展到呢個人工智能時代咧，似乎又有啲本質上面嘅唔同啊。因為以前嗰啲機器咧都係即係能夠取代替人嘅勞動力嘅好少嘅部分，即係嚟起重機啊，或者係嗰啲生產線啊咁樣。咁做唔到呢一啲所謂分析嘅綜合啊，或者係甚至預測嘅一啲工作咁樣。咁而家啲人工智能發展到可以取代人做呢一個分析性嘅同埋決策性嘅嘢噶啦嘛。我見到好多公司進行呢個所謂數字化啦，有好多 AI agent 啦咁樣。咁即係話咧，羅素所講嘅呢個科技發展啊，可以減輕人類嘅嗰個工作時間咧，喺呢一個即係理論上邊嚟講咧，係絕對即係有可能啦。假設其他即係所謂資本家嘅剝削係有改變嘅話啦嚇，咁所以喺呢點上邊咧，我哋就可能會有一個新嘅未來嘅人類嘅生活就係咩？就係絕大部分時間咧，你要搞得好啲嘅就係咩？就係點樣過你嘅閒暇日子。而你翻工可能係好少部分嘅啫，即係可能一個禮拜翻1到2日咁樣。
咁啊剩低嗰五日或者6日，咁究竟做啲乜嘢咧？咁樣，咁呢一個係我哋喺哲學上邊嚟講咧，就係有一個好重要嘅區分啦。呢個區分就係即係所謂勞動啦，或者係工作咧，都係有兩種唔同嘅類型。一種叫工具性勞動啦，instrumental 嘅，即係話你係為咗賺取一啲外在嘅報酬，例如人工，咁你就必須去做呢一啲工作。但係啲工作你本身唔想做嘅，OK， 最好就唔使做添啦。如果有糧出咁樣，咁所以呢啲叫做工具性工作啦。咁但係另一種咧就係我哋叫做具有本質價值或者具有內在價值嘅活動。OK，咁呢一種內在價值嘅活動咧，即係我哋平時餘閒有時都會做嘅，例如畫下畫聽下音樂行下山思考下哲學問題，或者同人傾偈咁樣都係一種咩咧？我哋唔係為咗啲乜嘢，而係就係 enjoy 享受做呢啲活動本身嘅。咁但係即係喺呢一個 AI 嘅時代，我哋點解會有改變咧？就係因為我哋喺呢一個資本主義社會底下咧，為咗賺取呢一個金錢啦其實花上咗好多即係勞心勞力嘅時間，係咪？係。咁所以剩低嘅閒暇時間就好少噶啦，即係放假，咁就會去吃喝玩樂狂歡啦，係咪？即係會走向一種咩咧？就比較感性嘅嘅滿足，就唔係一種有精神性嘅內在價值嘅活動嘅提升嘅學習或者係嗜好咁樣。所以平時好多人放假都係咩去唱 K 去睇戲去瘋狂呢一個食嘢咁樣，或者打麻雀咁樣 OK。咁但係即係比較少，真係真係畫下畫即係聽下音樂討論下哲學咁樣。咁但係未來可能人類嘅嗰個即係物質嘅嗰個供應就由呢一個機械人人工智能提供啦。咁我哋其實就都唔需要返啲勞動性嘅工作啦，可能係嘛？咁所以喺呢點上邊咧，一係我哋剩返啲咩咧？好高要求嘅智性工作。咁呢一啲 intellectual 嘅工作咧，其實本身都有價值嘅。即係你思考，諗盡辦法去解決一啲好高層次嘅問題。咁你返工都 enjoy 喎咁樣。咁但係你唔返工咧？咁餘閒時間你又可以多啲時間去培養自己嘅嗰啲內在活動嘅興趣咁所以喺呢點上邊咧羅素所講嘅即係閒暇嘅嗰個讚頌咧就係我哋未來嘅生活需要解決嘅問題，就係我哋要學啲乜嘢嘢我哋閒暇應該做啲乜嘢？咁呢個係一個可能我哋要考慮嘅問題。羅素呢一個講法咧，即係聽落就好吸引啦。當然係嘛，即係我哋可以唔使翻工啦，唔使即係我諗現代人即係其實大家都會覺得，尤其是香港人添嘛，即係嗰種嘅朝九晚唔係晚五，係朝九晚七晚八咁樣。我哋呢種生活咧，就正就即係好似馬克思所講嗰種，即係異化咗我哋想做嘅。嗰種過嘅生活咧，同我哋實際上人生花嘅大部分時間所做緊營營役役嘅嗰啲時間咧，係割裂咗嘅咁樣。咁即係頭先阿老 Sir 你講呢個講法，就似乎帶嚟一個我哋嘅一個盼望，就係會唔會有 AI 有機械人嘅出現咧，普及化咧，就會可能真係俾到我哋一個即係空餘嘅時間，人類就唔使再做咁多工作啦咁樣。咁但係嗱呢度頭先你都提到一個 point 咧，我都有。其實亦都有實證去支持嘅。最近咧，我都睇咗一個嘅有一個好長嘅一個追蹤研究報告咁我都可以好簡單分享下咧。咁呢個係嚟自一個美國嘅學者咧，佢研究咗追蹤咗10幾年嗰啲 LinkedIn profile LinkedIn 咧就係一個即係好多人揾工嘅嗰個嘅社交媒體啦咁樣。咁佢喺嗰度揾咗
好似據說係揾到超過個幾千間、幾萬間嘅呢啲公司嘅裏邊嗰啲嘅員工嘅 profile，去睇下佢哋過去呢10年裏邊咧呢啲嘅 profile 佢嘅工種嘅變化，因為啲人就會寫佢自己做過啲咩工啊，咁同埋喺 LinkedIn 上面亦都會有好多人揾工啊咁樣，咁所以簡單嚟講咧就係透過呢一啲嘅 jobs 嘅 opening 咧，佢嘗試去睇下過去呢10幾年喺未有 AI 出現同埋有咗 AI 出現之後咧，呢啲工種嘅變化嘅情況咁樣嚇。咁裏邊當然有好多好豐富嘅一啲研究資料啦。咁但係我想指出嘅一點咧，就係頭先老 Sir 都有隱約就提出咗嘅一個嘅情況啊，就係啊原來咧喺過去呢3年咧，人工智能就普及化咗啦嘛。咁嗰個工種 opening 咧，就正正係越係比較 high level 嘅，即係譬如話一啲管理層嘅工種咧。就冇影響嘅，冇影響嘅一啲嘅可能有啲越係高階一啲嘅，譬如話去做設計啊，或者你要做管人啊呢啲嘅工種咧，佢冇影響嘅，不斷係咁升緊嘅呢啲嘅 opening。咁但係啲初級嘅工種咧就停咗嘅開頭，咁然之後咧甚至乎係下跌嘅，即係話換句話說咩咧？淨係簡單呢個嘅3年啊，即係喺3-4年啦，就大概2022年開始 ChatGPT 開始一出，咁就哇普及咗之後咧，原來係已經直接反映咗喺我哋現實社會裏邊咧，嗰啲初級嘅工作咧，個 opening 咧係喺嗰個大量嘅數據裏邊睇到係真係越嚟越少嘅。咁呢度就亦都即係引證咗頭先老 Sir 所講啦，會唔會就其實我哋更加需要係去嗰個即係思考層面嘅工作咧，係更加多。咁呢個從個現實上好似反映咗嘅。咁但係我就想提出一個疑問就係，咁係啊，咁你工作嘅要求係即係似乎係要我哋越嚟越多思考嘅工作 opening 啦咁樣。咁但係個現實唔係就係話，其實唔係個個人都可以承受得到呢一種咁樣嘅工作噶嘛。咁變相會唔會就係令到嗰啲可能係即係簡單啲講就係其實佢哋諗嘢唔係咁叻嘅，可能真係不嬲都係靠體力勞動嘅啫。咁呢啲工作會俾剝削咗越嚟越少之後，咁佢哋嘅人工咪越嚟越低，可能更加即係我想請教呢個情況唔係更加可能咩？所以就要配合到咧一種我哋叫做社會基本收入嘅制度先得。即係話咧，你當然係有一啲即係所謂人係比較高薪嘅，咁但係咧你好多即係嗰個社會嘅有用嘅嘢咧，都係大量由嗰一啲人工智能或者機械人製造噶嘛。咁即係情況類似咧，就係即係好似啲北歐國家咁樣。佢哋好豐富嘅天然資源嘅，咁但係咧佢哋就會行一個比較福利嘅社會啦。即係話咧，無論嗰啲人係幾叻幾蠢好咧，佢都會有社會嘅基本生活保障啊。係咁類似就係咩？而家就係嗰啲叫人工智能資源。OK， 係即係一個社會一個國家，佢有好豐富嘅人工智能社會即係嘅生產資源。咁應該係將嗰一啲利潤國家賺翻嚟嘅利潤咧，分派俾呢一啲即係唔係有咁高能力去擔當一啲好高創造性或者好高思考性工作嘅普通人，係嘛？等佢哋可以有呢一個資源足夠去發展嗰啲聽下音樂啊、釣下魚啊、行下山啊、去冥想下呢一啲活動咁樣過一個幸福嘅生活咁樣。即係話會唔會呢個人工智能咧？即係話可能帶俾個希望就係全球北歐化，即係好似度度都係芬蘭啊、丹麥啊、瑞典啊咁樣咧，咁樣即係因為佢哋真係好多行，咁我知道，即係3點鐘就去曬太陽啊咁樣。如果人工智能變成咗一種好似新嘅石油啊，即係新嘅一種嘅對於個國家嚟講咧。係一種已經係自己已經成為咗一種價值啦，一種資源，一種錢嚟嘅。咁變相咧，即係嗰個國家咧就可以靠人工智能就已經揾到好多錢。總之每人都可以平均分錢啦。即係香港人亦都好清楚啦。過去曾經有段時間，我哋每年都政府話會派錢嘅，雖然又唔係好多啦。係啦，咁但係咧，如果派得多啲嘅話，你想象就係會唔會個政府足夠咧？人工智能第時咧？
我哋已經可以足夠揾錢到一個地步，就係個個都派足夠嘅錢俾我哋每一個人使，咁啊夠晒我哋生活啦。咁然後咧，我哋就自己咧去享受我哋嘅人生咁樣。咁但係呢個聽落會唔會太過理想化咧？即係個政府又有咩誘因要咁樣派錢俾人民咧？係咁，當然即係要視乎嗰個制度咧，係咪有保障人嘅權利、自由等等啦，都係自由民主社會啦。因為佢嗰啲執政者都係要得到選民支持噶嘛，係咪？咁喺呢點上邊就唔會話啲市民選一個剝削者上嚟剝削自己咁樣咁一般正常嚟講都係想選一啲喺咁豐富資源嘅嗰一個條件底下，能夠係有比較平等分配呢一個社會資源嘅嗰個政府上台，咁好啲啦，係咪？咁所以我覺得又即係可能又唔係話咁悲觀嘅。即係話當然要視乎每個國家嘅唔同情況啦。當然，即係例如即係香港咁樣就比較困難嘅地方就係即係個地又少人又多咁樣，咁即係比較難搞係嘛？但係如果喺一啲比較係好似北歐嘅國家或者佢嘅空間比較大人口又適中咁樣，有加拿大咁樣嗰啲就。加上人工智能可能係對佢哋嘅人民生活嚟講咧，可以喺幸福嘅嗰個水平上邊咧係加以增益都唔出奇呢一個。咁當然我想指出嘅就反而係即係並不是最重要嘅係嗰個經濟嘅嗰個分配嘅問題，而係教育嘅問題。因為我哋其實一路以來嘅教育都其實教人係點樣翻工啊嘛，即係點樣搵份職業，然後養自己咁樣。但係如果以後唔係一種咁嘅情況，即係話咧，以後你就翻工就唔使點擔心噶啦，因為就算翻工，即係所謂叫躺平，都冇問題嘅。咁你教育仲教咁多嘢嚟搵嘢做，就唔係幾針對到大部分人嘅生活嘅要求，係咪？即係應該係教人玩喎，係咪先？應該教人識玩。就變咗係我哋嘅教育重點喎，應該呢個諗法又好有趣喎。即係雖然我覺得都係依然覺得係好難以想像呢個社會，哇！竟然可以變成咗一個即係老師係教大家玩，又唔係教大家即係所謂話但係大家識玩嘢就唔係亂咁玩咁樣係嘛？因為其實都有一個即係危機，呢個人工智能咧，因為配合到好多而家呢一啲即係所謂叫大腦神經科學研究嘛，咁製造咗好多嗰啲即係所謂網上嘅免費瀏覽嘅嗰一啲平台啦，咁啲人就會有呢一個所謂上癮噶嘛，即係打遊戲機會啦，係嘛？睇嗰啲短視頻又會啦，仲有睇嗰埋嗰啲咁短劇啦，係咪？咁嗰啲都係咩咧？就係直接滿足我哋嗰啲所謂叫多巴胺需求啊嘛，直接可以刺激我哋嘅嗰個眼球。大腦神經產生呢一個興奮咁樣，咁越睇咧就越不能自拔嘅。咁即係話咧，我唯一擔心咧就係反而你咁多時間咧，會唔會啲人咧就走晒去俾錢睇呢啲短片咧，睇呢一啲所謂興奮劑咧咁樣。所以個教育就反而係更重要嘅，就係應該教下人讀下哲學咁樣，或者去畫下畫聽下音樂咁樣。唔好一味咧，就只係話讓佢哋唔使翻工，全部都咩咧？你自己自由去尋求自己最開心消遣嘅方式咁樣。應該喺教育上邊咧，應該係着重翻我哋一般就叫做人民教育 humanistic， 讀下經典，好似中大通識教育要讀下偉大嘅經典咁樣讀書嘅樂趣咁樣可能。嗰陣時嘅空間會大啲，可能而家好多時候教育都話，呢啲唔重要嘅，因為最重要就咩？就訓練你有咩技能出嚟揾食啊嘛，係咪？咁但係未來嘅教育就可能，我唔係訓練幾多人出嚟，即係高薪厚職喎，而係訓練大部分人嚟去點樣識得讀下經典、聽下音樂，
可能係咁樣都唔出奇咯。嗱，呢度我就想提出個質疑嘅，因為我就咁聽落咧，我擔心個情況可能會係咁啊。因為頭先我哋一開頭就分析啦，就會唔會其實係未來個社會因為人工智能、機械人嘅呢啲嘅自動化出現咗之後咧，令到個就業市場咧係更加需要嘅係一啲要用腦用得更加多啊，管理人啊嘅呢啲工種嘅。咁而頭先又講到咧，就係教育層面咧，其實都好合理㗎，都為咗配合呢一種嘅工種轉變咧，其實咪應該正係訓練人思考咯。咁而思考得最多嘅當然係哲學家啦，咁樣。咁但係唔係個個人真係，即係我哋做過教書都知㗎啦嘛，喺大學，即係就算我哋自己都覺得哇，教人文經典係一件好重要嘅事啊。咁但係10個我諗就咁，就算喺中文大學裏邊啦，我哋都叫做喺香港嚟講都叫做係比較高質啲嘅學生咧，我諗都着咁有5、6個咧都係頂唔順嘅，都講都係唔好要我逼我睇呢啲咁嘅嘢啦，我覺得好辛苦啊。即係喺人類成個基因轉變都冇咁快嘅情況底下，我哋 AI 發展又咁快，會唔會適應唔到咧？會唔會令到其實有大部分嘅人口其實係跟唔上呢一個智能上面嘅，或者應該係工作轉移啊，即係嗰個轉向更加要重視思考，更加要重視一種反思啊、創作嘅能力嘅呢種工種轉移咧，令到佢哋大部分跟唔上，變相咧就可能係出現咗一種就算可能有基本收入係由政府派發，唔使做都會有嘅，但係人又會有一種即係想對比㗎嘛，係咪？即係嗱，我就有基本收入啫，咁但係佢就有人工高喎，又已經又做到嘢喎，咁於是乎就最低就變成咗真係最低啦。咁我又要即係結果就係都係競爭咯。即係我就擔心其實最後就係呢啲人都係感覺係被淘汰咗一班人。我諗即係呢一個就牽涉到呢一個最根本嘅即係人性嘅問題，即係人嘅潛能咧啊，咁當然可唔可以喺後天嗰度加以一定嘅調節咧咁樣啊？咁當然即係有啲人係確實基因咧有啲人係優質啲嘅，即係佢才能多啲咁有啲人就比較係喺所謂思考上邊就比較冇咁敏鋭嘅咁樣。咁但係即係我覺得係而家喺大腦神經科學上邊都經常強調就係人嘅大腦嘅可塑造性啊嘛。即係話雖然有啲基因嘅影響，咁但係我哋可以透過即係比較全面持恆嘅所謂鍛鍊咧，係可以某程度上邊改變我哋大腦嗰啲即係所謂回路啦咁樣，咁令到我哋可以喺呢一個即係社會嘅嗰個人際嘅交互動底下咧，係比較可以有良好嘅一啲心態同埋習慣咧，保持我哋嘅嗰個主觀幸福感啊嘛。咁即係話咧，可能其中一個最大嘅一個教育嘅改變就係要教識佢哋減低個比較心即係因為比較心其實係我哋主觀幸福感嘅一個降低損害嘅最主要來源嚟噶嘛。咁因為我哋就係一向資本主義，就總是要強調我哋係要競爭先至能夠獲取到足夠嘅資源嚟生活。咁但係如果有 AI 嘅話咧，呢個可能係會被改變嘅，即係話唔係要爭啲嘢你先生存到啊，即係叫搵食，而係 AI 幫我哋搵晒食噶啦，已經咁樣。咁仲要比較嚟做乜咧？咁樣即係話喺呢一點上邊咧，即係我哋嘅教育都要從小咧就唔好講嗰啲咩第1名、第2名、第3名邊個咩邊啲叻邊啲唔叻，而係着重翻咩？即係所謂每個人佢嘅嗰個天生嘅一啲強項喺邊？即係有啲人走嚟走去做運動最叻嘅，咁咪做運動咯；有啲唱歌叻咁咪唱歌咯咁樣。有啲中意係靜靜地喺度冥想嘅就做冥想啦咁樣。即係可能會係喺呢一個文化上邊咧，我哋要配合睇翻自己，而唔係有一個統一嘅什麼優劣嘅標準嚟去評量每一個人咧，叫成功失敗咁啊！即係未來可能就冇所謂成唔成功失唔失敗，最緊要活得開心咁嘅。即係轉變咗嗰一個所謂我哋叫做指標啦，即係話咧，我哋
用所謂幸福做指標咁樣啊，咁幸福係自己感受嘅啫，咁冇得比唔比較咁係，咁所以喺教育上邊訓練多啲我哋提升咧，你讀下書都可以好開心㗎，咁樣即係嗰啲。我哋而家啲教育碰見啲大學生點解唔覺得讀書開心？因為自小以來讀書都係咩？都係工具性活動，就唔係將讀書本身睇成為一種自己成長嘅活動啊嘛，或者自己享受活動啊嘛。即係啲學生讀書就為咗咩？為好成績咁樣，好成績為咗咩啊？入名校，入名校為咗咩啊？我咪好高咁樣啊！只要我哋打破咗呢個鎖鏈咧，就呢一連串嘅競爭性嘅呢啲咁嘅心態咧，可能都會有所改變，都唔出奇。係咁，所以 AI 可能亦都會喺呢方面咧，即係帶嚟一啲少少嘅可能啊，俾我哋嘅曙光咁樣，即係會唔會有整體上面嘅社會改變咧？咁樣咁啊，當然。喺過渡期，我覺得就特別困難嘅，即係話我哋未適應呢一個AI 取代我哋做咁多嘢啊嘛，係咪？咁我哋變咗廢人咧，就好難接受噶嘛。咁所以呢個過渡期啊，因為我哋自小受教育就唔係嗰種已經係改變為 AI，然後就閒暇做主導嘅社會。咁所以變咗我哋呢一個過渡期，我覺得係最尷尬嘅。絕對係有好多人覺得，即係 AI 係一種威脅人類嘅一個工具，甚至倒翻轉頭宰制翻人類。咁啊，呢個好可能係好多人心裏邊，即係會覺得人工智能係一件並不是令人類過得美好嘅將來，而係可能更恐怖添咁樣。哇！呢個有趣呢個角度，即係我聽頭先老 Sir 你呢個分享咧，意思即係話其實係好可能包括我在內咧，都係囚禁咗係一種咧，就係慣咗啊！即係我哋覺得生存，我哋就不要競爭噶啦，咁我就應該要去喺呢個工作社會裏邊咧，呢個一個資本主義社會裏邊咧，就要做得好，爭第一，爭唔到第一都爭第二。咁咧就有啲乜嘢工作嘅要求咧，我要喺嗰方面去追咁樣。咁但係其實諗落咧，喺人工智能嘅時代咧，都的確係其實你都可以想像嘅，人工智能越嚟越勁，其實勁到一個地步咧，即係越嚟越少人可以 catch up 到，越嚟越少人嘅時候，其實就去到一個地步，就最後可能根本上係你點努力都唔會夠嗰啲 AI 咁勁噶啦。咁樣嘅時候，其實我哋係啊，我哋係真係可能要停一停落嚟，再諗究竟我哋係咪真係需要再行呢一種咁樣嘅思考方式，咁樣嘅教育模式咧？即係去訓練一班人去嘗試係去喺呢個工作上邊係去 excel。反而咧就應該咧係去即係實踐自己嘅生活，返回翻內心嚇。呢個我覺得咧聽落咧，我即刻聯想到一樣嘢就係其實我哋嘅後生呢一代咧，年青人咧，往往就係有陣時佢哋其實就已經進行緊呢一種咁樣嘅心態轉變嘅。即係如果用啲好老一輩嘅角度咧，就會覺得都唔係好明呢啲後生仔啊，又唔打份正職，唔打份長工，硬係就炒散啊！呢啲依家新嘅名詞就叫 slasher 啊嘛，係啦 slasher。我又做呢樣又做嗰樣，咁但係做幾個月咧，我又唔做啦，我依家又要去旅行。係啦。咁會唔會其實佢哋呢一種嘅生活方式，先至係未來嘅一個即係最適合 AI 時代嘅一種生存之道喎？我覺得就係有啲咁嘅趨勢，即係後生一代咧，就係即係同我哋嗰一代真係好唔同，係嘛？即係佢哋真係要 enjoy， 即係享受你嘅人生活在當下。就唔會咧，即係為一啲即係所謂傳統我哋要成功出人頭地啊，係咪要高薪厚祿啊咁樣，即係呢種模式係轉換咗，即係話咧，我哋唔係要打敗幾多對手，咩做呢一個社會嘅嗰個尖端嗰個5% 咁樣，而係 enjoy 翻自己。呢樣嘢亦都我有一次睇嗰個即係圍棋高手啊，咁佢捉幾多盤都贏唔到電腦噶，贏唔到呢個人工智能，咁咪代表佢唔捉咧？唔係，因為捉圍棋唔係要贏，係要捉。即係仍然有好多人捉圍棋嘅，因為捉圍棋本身就令人有嗰個享受同埋滿足感，所以根本唔使理有冇人打敗，你就去 enjoy 翻自己嗰個活動。喺心理學上我哋叫即係所謂 flow 心流啊嘛。即係可能以後嘅人咧就為咗咩咧？就為咗有心流，而唔係為咗有人工咁樣，或者為咗有掌聲咁樣。即係可能有一種
態度上邊嘅心態上面嘅轉變咧，我覺得呢個人工智能亦都帶嚟一啲啟示。即係但係如果要令到呢一種咁美滿嘅世界出現咧，我聽落都仲有兩個難關要處理嘅。第一就係首先個國家啦，即係而家我哋講緊某一個國家，譬如話頭先老 Sir 提到一啲北歐嘅國家，佢哋就有一個比較好嘅一個社會制度啦，現有已經可能制度啊，社會啦，咁啊令到佢哋即係會確保到揀到一個係會為人民福祉嘅領袖咧嚟去揀選嘅嗰個制度嘅咁樣樣。咁不過呢度都有引嚟另外一啲嘅討論啦，究竟民主係咪真係可以選到一啲叫做真係為人民着想咧，定係還是鋪都只不過係做場戲啦？咁呢個另外一個討論啦。我先假設就係呢度都係揾到一個政治制度係可以揀到一啲真係為人民着想嘅領袖先啦。咁但係呢度除咗呢個問題之外咧，我又諗緊啦。咁你國與國之間都有競爭噶嘛？即係呢一個國家就算有好嘅國家嘅一個政治制度，咁但係其他國家都會係向住一個仲係呢種舊嘅思想模式、競爭嘅模式，係嘛？咁如果呢個國家就我哋唔競爭啦，我哋個個只係為人民福祉啫。咁樣發展，咁另外一啲國家就尤其是一啲極權啲嘅國家啦，佢哋就嘗試盡量係要搶資源，盡量係要即係發展得越快，即係用緊呢種咁樣嘅競爭生態去發展嘅話咧，咁係會唔會有種劣幣驅良幣嘅一個擔憂喺度咧？呢啲都係一啲現實上邊嘅危機啦。即係話，即係人工智能當然用喺為人民福祉方面，會有一個可以構想嘅美好嘅未來，但係如果係用嚟即係去榨取其他國家人民嘅福祉嘅話咧，咁總是喺國際層面嚟講咧，呢個係唔單止係人工智能有冇出現嘅問題啦，未有人工智能其實個世界都係咁嘅，即係話國與國嘅嗰一個角力，咁因為冇一個喺國與國之上嘅一個所謂真正有權威，甚至係有權力嚟去制衡，係嘛？除非有上帝啦，係咪？如果唔係嘅話咧，我諗呢一個問題係有冇人工智能都未必我哋人類短期解決到嘅。OK，咁當然即係話有人工智能會唔會好啲咧？咁樣，咁我覺得就係如果假設如果人工智能帶俾我哋生活方式嘅改變，係嘛？而呢種生活方式嘅改變咧，佢再唔係着重一個所謂我哋叫多巴胺式嘅消費啦，唔係追求呢一個肉體嘅滿足，係嘛？而係追求比較內在嘅一啲精神性嘅滿足嘅話咧，咁可能所謂要斷咁樣去積聚資源咧，呢個需求可能會降低。因為我哋而家點解要生產咁多產品咧？就係要推啲人、谷啲人去消費啊嘛。咁越大嘅消費，我哋就越損耗呢個地球嘅資源啦，係嘛？你即係買任何嘢，你都係消耗緊地球嘅嗰個資源噶嘛。咁所以啲國家就要搶啦，係咪？因為要維持一種高消費嘅市民生活啊嘛。但係如果即係我哋所假設嘅呢一個悠閒嘅時間，都係做一啲其實唔係咁消耗性嘅，即係大家行下山嘅啫。大家聽下音樂，大家讀下哲學書，或者大家仰望星空，或者大家係長時期發呆都得。咁呢一啲唔使損耗什麼地球資源嘅嘢，而又能夠帶俾人類更高嘅幸福嘅話咧，咁啲國家其實再要爭奪資源，其實呢個咁嘅需求都會隨之而降低。咁嗰個衝突可能會減少。即係而家之所以國與國之間嘅衝突，就因為咩啊？好多國家嘅人民都係以傳統呢一種啦感性消費作為佢哋嘅嗰個經濟嘅主導力啊嘛。咁從來冇出現過，似乎除非嗰啲比較簡單嗰啲咩不丹嗰啲國家之外，你睇到嘅全部都係資本主義底下推動嘅一種好浪費式、奢侈式嘅消費文化。咁但係如果呢個地球全部都係北歐同埋呢個不丹咁樣，佢都費事去搶隔離國家啲，因為自己嗰啲都夠用有突啦咁樣，仲多咗添，可能比你添啊！即係用得太多，用唔晒比你咁樣，會唔會變咗更加和平咧？咁樣都有可能，我覺得。
呢種咁嘅可能性都可能存在都唔出奇咯。咁我諗最後我想即係或者我哋去做一個少少嘅預測，即係其實今日聽咗好多關於老 Sir 呢個新嘅一個 perspective 啦，就係我覺得好建基於就係究竟成個世界嘅人類係咪有一種覺悟啊，即係睇得到呢一個嘅一個困境啊，即係如果我哋繼續行呢種資本主義嘅呢種嘅競爭心態，繼續去增加我哋嗰個生產力，繼續咧去競爭嘅話咧，其實好容易因為 AI 嘅出現咧，反而係令到呢件事更加惡化。咁相反咧，AI 冇錯啦。相反 ，AI 係一個嘅，即係佢係其實一個工具，佢係有利有弊嘅。即係你係正面咁用佢嘅話咧，反而其實係可以令到我哋提升到一個嘅，即係騰空咗啊，令我哋可以其實做翻啲閒暇嘅工作咁樣都得，就唔使去再營營役役咁樣去過我哋嘅生活。即係呢度我諗最後就係想問你會覺得邊一個情況係會更加現實中係會出現咧？即係我自己就比較悲觀一啲嘅，我自己覺得呢一個係一個即係好經典嘅一個 prisoner's dilemma， 一個囚徒困境啊！即係我哋就可能係會覺得係理想主義一啲，就會覺得喂，大家人類不如係即係唔好再競爭啦咁樣。咁但係只要有人係競爭，只要有國家係想競爭，咁其實佢就會贏出呢個競爭，咁從而就係都係翻返去頭先個問題，就可能就會出現咗嗰個劣幣驅良幣嘅情況。我自己比較傾向都仲係覺得呢一個係可能未來嘅發展方向。我唔知老 Sir 你點睇咧？我好希望亦都相信啊，人類終會一日係會有覺醒，即係呢種 awakening，終會係喺呢個 AI 嘅發展底下咧，係扭轉咗我哋過往呢一種咁嘅所謂競爭性嘅呢一啲咁嘅文化啦，同埋追求外在嘅呢一個物質滿足嘅呢一種文化。即係我覺得精神性文化會再一次重臨呢個地球，但係咧就以 AI 嘅嗰個增長 ，AI 嘅發展嚟去逼使人真正要覺悟啊！終於再一次嘅意思係曾經出現過嘅，曾經出現過嘅呢一個宗教性嘅時代。重視思考，重視思想層面，重視精神層面嘅一個世界咁樣。咁啊，因為資本主義其實都係得幾百年嘅歷史嘅。咁啊係。咁啊，當然之前嘅宗教性嘅時代就由於冇 AI 幫助啊嘛。咁所以亦都喺呢個物質生活嗰度咧，唔能夠得到一個即係最基本嘅滿足啦，好多疾病啦、饑荒啦諸如此類。咁但係如果有 AI 而又唔係資本主義嘅話咧，咁可能呢一種嘅精神性嘅時代會讓人可能活得更加好都唔出奇。都啱嘅嚇，即係呢一個資本主義工業革命後嘅呢一種嘅社會方式咧，其實又唔係話真係人類一直以嚟都係咁啊，係淨係過去呢幾百年咧啫嘛，先至係我哋。但係而家已經習以為常，就覺得好似理所當然咁。係啦，即係我諗，即係呢一集可以嗱，聽到呢度咧，大家觀眾可能都會有一啲嘅意見㗎啦。咁啊，不妨留言話俾我聽，你認為究竟人類社會將會點樣走咧？咁啊，我哋即係等你嘅留言，我哋亦都會回應嘅。咁我哋今集傾到呢一度，多謝晒老 Sir。